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次回到圣殿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的礼拜呢，在2分钟后即将要开始，请我们安静预备心来等候。同时间也提醒大家，将我们的手机关机或是切作飞行模式，以免来影响我们等一下礼拜的进行。以上分享与报告，谢谢大家。我虽然四面受敌，仍坚定站立。困难所造我，因你扶持我。我行过死荫幽谷，但我不畏惧。你与我同行，我已经下定决心，在这里开口献上至高赞美。让我宣告，我相信你带来改变。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邀请各位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预备心来敬拜神。我们先对旁边人露出一个很大的微笑，跟他说：“很开心今天遇见你，很开心今天遇见你。”所以我们很开心，每个人回到神的殿中、神的家中，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谢谢天父，我们欢迎你的降临。我们自己开口来祷告，我们邀请圣灵内住到我们心中，我们邀请上帝掌权在今天的聚会里面。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天父主，我们邀请你来。我们邀请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大大充满在我们今天的聚会的开始当中，我们感谢你开始礼拜当中，是的，我们将一切荣耀都来归给你。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啊，我好爱你。圣灵，我好爱你。我们在说：圣灵，我要跟你一起喜乐。圣灵，我要跟你一起喜乐。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先将我们最大的掌声跟荣耀都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拥有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了手拉住我，救赎出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谎言
次征战，每次必定得胜。阿们，阿们。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祭。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是非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是非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是非在你殿中欢呼当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一起来拍手。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一起来宣告得胜，得胜都因主耶稣。
感谢神，我相信，当我们那么热情火热跳舞赞美的时候，天堂门已经为我们打开了。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这首歌是新的歌，它叫做诗篇23篇。我们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阿们。他必与我们同行，不论在高山，在低谷，我们都要开口来赞美他，阿们。主是我的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里，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主是我的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里，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你的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
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高举我们双手来敬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因为他配得我们赞美，哈利路亚，我仍赞美，我不畏惧，哈利路亚。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来赞美他，因为他的名配得我们高举，他的名配得我们称颂他。阿门。主他说，当我们白白得着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白白的把这恩典给出去。阿门吗？是主，他也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这一群蒙了这福音，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阿门。感谢神，让我们在许久的时间的一个争取当中，我们的教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神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征战得胜的一个产业，就是让我们今天我们所申请的协会要来成立。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的一个感恩的礼拜。我们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成立协会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神主耶稣对我们所呼召的：你们要去，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阿们吗？所以我们要踏出教会，走进社区，与世人连结，因为每一个都是神的羊。耶稣说，有许许多多的羊是迷途的羔羊，我们必须要把他们带领回来，归向主。我们白白领受这救恩，我们也要白白的分赐出去。神说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福音分享出去，并且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把神的道传出去，让万国就近神的光，让万民就近神的道。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我们今天所成立的协会来祷告。在第二堂，我们等一下礼拜到最后，我们会到4楼，我们会到4楼有一个揭幕的一个仪式。感谢神，协会是属于神的，我们的协会是要做神的工。阿们。因为唯有神的工才是我们的意向，因此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因为神正在我们中永和地区，正在台湾全地，神要兴起台湾，台湾要成为传福音，要成为圣灵指导。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协会，接下来跟社区的连结，也跟我们的里长，我们2位里长今天也特别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们看重这神国的产业，因此他们也来参与在我们当中。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我们来 RP 区的祷告，为协会来祷告。阿们吗？为协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一个找一个来，我们来为我们的协会来祷告。我们的弟兄来，会的找不会的来带领他们。哈利路亚！大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透过我们协会的生命，主啊，你要万民来救主，使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世界的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为了把这个世界的下来了。哈利路亚！是的，下来吧，下来了，是的。哦，来啦，吧，下来了，是的，下来了。伊来啦，是的，下来了，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吧，下来了。哈利路亚！是的，吧，下来了，是的。哦，来啦，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下来了。哈利路亚！哦，来啦，下来了。
路亚，是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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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你超乎所求。神灵恩膏我，求神灵恩膏我，求神灵恩膏我。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超乎所求。祷告完了可以举手来继续的赞美敬拜他。我宣告我不被满意，宣告我们已经临到神的祝福临到，哈利路亚。归给谁的？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的名已经在我们当中。他说：“我拣选了你，你就是我的见证者。”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不会锁在自己的教会里边，神要扩张我们，持续的扩张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的光和盐。阿们吗？阿们。所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是传福音的达人，我们是传福音的达人。哈利路亚。你再跟他说，我永远都是社区的志工，我永远都是社区的志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做社区协会的志工最有福气，是因为你就是神拣选的那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阿们，阿们。再一次把我们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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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神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跟旁边人尊荣的说，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到第37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到第37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可是我告诉过你们，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以上，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每时刻的亮光，也成为我们每时刻的依靠。阿们。接下来是信息分享的时间，我们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分享。他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你可以更丰盛的，你可以更丰盛的。我们请周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拿起我们的
举起我们的右手来，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太喜乐了，所以忘了要把那个，这样可以吗？帅吗？感谢主，谢谢大家的配合哈！哇，真的是，你们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来祝福我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在这里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说你可以更丰盛的，你愿意更丰盛的举手一下来。阿们，感谢主哈！丰盛，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的信息，你就知道你的丰盛是神为你所命定的，不是靠着你怎么样努力，不是，神早就命定你，让你的生命是丰盛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被环境所压抑着，被现实所困扰的，所以我们忘了神应许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领受，阿们。上个礼拜牧师跟大家来分享说，我们是移动的圣殿。那在这个礼拜当中，你有这个移动的圣殿的感觉的举手一下。阿们，不错哦，上个礼拜没举手，这个没举手的是上个礼拜没来礼拜吗？好牧师期待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总是把它听进去，又把它应用出来这个信仰就会成为你活泼的。是成为你活泼生命、活泼你灵命、活泼你所有的一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是移动的圣殿，这是神应许我们的，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走到哪里，就是我们在那里有敬拜、有祷告，有从神而来的对我们的祝福的话，那我们所说所行的一切，就自然流露出神同在那一种的荣耀。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满意，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是移动的圣殿，所以我们永光教会神祝福我们在过去我们的同工一起努力已经完成了新北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一个成立的过程今天就是成立的感恩礼拜，你参与在这其中，你跟隔壁说，这是我们的荣幸。哇，太棒了哈！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起参与在这其中。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教会、协会跟社会教会、协会、社会有3个会，对不对？那我们把我统包起来，通通把它包起来，而且透过协会，我们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平台。让我们教会从神所领受的祝福，也透过协会，让社会人士更懂得怎么样去领受从神而来那无以佛界的这些的祝福。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次我们在登记协会的时候，我们有把这样的宗旨放在当中。然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本会已致力于全人生命教育之推广，针对各年龄层之需求，提供人学探索、价值思辨、灵性修养及终极关怀之知能与实践，以其促进国人身心灵健康为宗旨。阿们。你觉得这个宗旨 OK 吗？ OK。很棒吗？很棒。太棒了哈！社会局看了以后，就给我们说，这个是很棒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所有的这一些的内涵，都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对不对？对，我们本来我们就致力于全人生命教育的推广那我们提供的是人学的探索，让我们知道人是从哪里来。也许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说我们的人的来源是哪里？我说，那个是值得考究的。我们不一定要全盘
其实我们不能全盘收，对不对？我们应该更明白，如果人是由眼镜而来的话，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应该有猴子在开辫子的，对不对？那我们确实认为知道说，从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哦，而且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价值观是应该以真理为主的，这一些都从里面可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探索，帮助更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资源，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重新来思考我们人的定义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意义在哪里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活出一个非常健康喜乐的一个人生，对不对？那你就不会被别人所为你定义而定义自己，不会的，因为你明白你是从哪里来，你被谁所喜悦，你被谁所看为宝贵，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祈求帮助我们。请问你加入协会了没？你问旁边的来。要回答，要回答。你隔壁还没加入的，你举手一下，替他举手一下。OK， 好，感谢主哈。好，那目前我们教会正式加入的大概50-60个人哦，那表示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对不对？我期待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与在这其中。其实非常简单，你就是认同刚才所说的这些宗旨的话，你就可以加入。加入就是入会费就是300块钱哦，然后每一年也有认捐会员费500块钱，那你就可以参与在这其中，来一起为教会、社会协会来办神所喜悦我们所办的一切事情。所以跟隔壁说，一定要加入啊！阿们。对。因为我们的协会是社会的祝福哦，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们的协会是社会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出发点在哪。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生命是可以更丰盛的。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这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吗？如果以肉体来讲，可能吗？你妈妈有跟你说，今天早上吃了以后，到明天早上才有饭吃，不是，是3个月以后再吃一次，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了解耶稣所说的，一定不是肉体的需要，因为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对，即便你在节制一点，至少1天有1餐，对不对？即便你再厉害，禁食40天好了，还是40天而已。但是主告诉我们的说，来到他那里的，因为他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活泉，来到他面前的是永远必定不饿哦，永远不渴。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所说的是关乎我们的灵性的部分，是我们属灵的部分这个区块，其实我们都了解，肉体的富足不等于灵性的富足。这是理所当然，大家都明白的。因为在这世上有太多烦扰的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是没有办法干干净净的。而耶稣如此告诉我们，就是叫我们更明白。他继续说什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一个新造的人，没有错。但是有弟兄姐妹很多忘了。原来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更丰盛，我们还没有得着，你知道吗？神差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在世上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可以让我们看见他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所认知的。哇，他的信息是打破很多人的藩篱的。帮助很多人从罪恶当中能够活过来，重新来过，从失败、软弱、病痛当中能够得以被医治，这是我们所确定的。而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神
赐予圣灵在耶稣的身上是怎么样？是无可限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既然是圣灵给我们，圣灵是无可限量的话，那我们即便有这位信仰，我们还常常是怎么样？自己画地自限，以为我们只是这样而已，顶多就是这样啦，阿伯是被安怎？但是不，你要相信神应许给我们的，透过耶稣基督，他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我们明白，并且他应许那圣灵要护庇我们，要与我们同在、同行、同住，而这圣灵给我们的是无可限量的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现实的环境就限制了、辖制了我们的眼光。我们应该要更明白，我所依靠的不是自己，不是手中所有的，我所依靠的乃是圣灵护庇我的时候，神应许在圣灵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无可限量的。阿们。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盛，就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所以你跟隔壁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更丰盛。是的，我们生命可以更丰盛的。而且圣经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阿们。原来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不管你是出生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还是你是因为朋友带领来到教会，还是你听了诗歌感动，觉得教会很温暖，来到这里得到安慰，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相信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来，是天父在你生命，在你还没出生以前，他就为你命定，让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可以来到基督十字架的面前。这一段经文非常清楚，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所以凡来到基督面前的，成为基督徒的，都是天父所命定的。阿们。所以那棒不棒？那告诉我们，耶稣就告诉我们，凡是天父差来的这些他的百姓，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他们。阿们。我总不丢弃他们，这个太棒了。所以耶稣才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注意听哦。耶稣说，你们可以来就近我，是天父差遣你们来的。而耶稣说，你们也要回去。怎么回去？回去到父丰盛的家里。怎么回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很特别哦。天父命定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来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回去那丰盛、祝福满满的父家的里面，天父的家的里面，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那真的太棒了。有时候我们只来到耶稣的面前，忘了我们应该回家的路，那是不是很可惜？我们忘了原来这是一条道路，而且是有家可归的道路，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领受从天父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所以感谢主，凡来到主面前的，就是上帝看为宝贵的，是神手中的宝贵，他才会引导我们来到这救恩，认识救恩，领受救恩啊，并且也借着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生命不局限在这里哦，你们的局限，这是撒旦给你们的谎言，我为你们所预备的是无可限量的，因为在我里面就是无可限量的。怎么样领受，怎么回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看为宝贵的这一群。阿们。他乐意说引导我们
他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不是吗？那我们就相信，这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一个极大极大的祝福。所以，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我们的身子上要荣耀上帝。哇！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好像我们流浪了，忘了我们有一个家产万贯的是吗？这样讲吗？哦，对的天赋，我们忘了，我们应该要回去，这是我们所理所当然的。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回到天父丰盛的家，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的价值谁说了算呢？哦吼！如果你明白是上帝在你还没出生就命定你的生命当中要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一生不是自己说了算，你的价值不在外在朋友来定义你，乃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他手中的宝贵，你是他手中的宝贝，这是你我要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话说有一个富翁，他早年丧偶，只有他的一个孩子跟他陪伴。他孩子跟他一样，很喜欢收藏名画，两个父子就相依为命。然后呢，后来国家发生了战争，那这个儿子为了要报效国家他就是投笔从戎去当兵，效法为报效国家哈。然后在一次的战争，非常的激烈的战争里面，他为了要救他的同袍后来被子弹打中，穿过心脏而死亡。哇！这个爸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的痛哭他流泪每天以泪洗面，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得着安慰。哇！一个月以后，哇！有一个年轻人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包裹，然后在他家的门前给他叩门。哇！爸爸在伤心当中开门，他说：“先生，我不认识你，我就是被你儿子所救的那位士兵。我要告诉你当天的情况是什么样。”他一五一十的讲：“你的孩子为了不止救我，他之前还救了3、4位的我们的同胞。”哇，他好勇敢，大家都怕得要命。他好勇敢，就这样穿梭在这个枪弹雨林当中对但是他就是这样子，最后他救我的时候已经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忽然间一颗子弹就穿过他的心脏，他当场就倒闭死亡。我这里有一个作品，我不是很出名的画家，只是很普通的一个，我画了这个想送给你。我相信你孩子、你的儿子期待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哇！他就把那一幅画拆开给这位爸爸看。爸爸看到这个年轻人画他的儿子，他说：“哇，你画得很传神。”他一直盯着他的眼睛，流下眼泪。然后那一天就是圣诞节，这个年轻人就在他家陪着这个老富翁过今年的圣诞节。就这样子，不久以后，这个富翁就过世了。哇，他有说他的东西都要拍卖的对，因为这个父亲也把孩子的肖像就挂在壁炉上。如果有人来想要看他的收藏的名画，他首先都会给他看，这就是我孩子为国效劳为了救同胞而死的，这就是我孩子，然后才去看别的地方。老富翁死了，在拍卖的会场，这个拍卖师就说：“今天我们所要拍卖的第一个就是我背后的这一幅的肖像，这就是收藏家儿子的肖像。”
OK， 好啊。有人说，拜托，我们不是要来看这一幅画的好不好？这个不用了，没有人会买啦，赶快啦！他说没有，我们先从这一画开始。好，没有人开价，我就先开价美金100块钱。大家都还在那里笑说啊，不会有人要买的啦，我们不是要来看这个，赶快了。没有人开口，他说好不好？那就50美金好了，也没有人。40美金可以吗？儿子，谁要儿子？哇，在这其中啊，他这样喊叫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人举手了，他说：“美金10块钱可以吗？我只有10块钱。”哦，因为我就是这孩子家的园丁啊，我看他长大的，很喜欢他，他很勇敢的就牺牲了。哇，拍卖师就好，我们10块钱美金有吗？一次10块钱美金，2次10块钱美金没有，好，就给你吧。哇，这老园丁好喜乐的，然后拍卖家就说好，今天我们的拍卖会就到此结束。大家说，都还没开始就结束，就是结束了，怎么啊？很多还有收藏品要拍卖不是吗？他说没有，就是结束了。到底是怎么样？哇，这个拍卖家就说了，很抱歉，真的就是到此结束哦。他说啊，根据遗嘱，就是谁买了他儿子的肖像，他就拥有其他所有的收藏品。所以所有的收藏品给谁了？给这位老园丁，因为他买了他儿子的肖像。这是一个作家所写的文章，然后翻译起来的。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对，我们的天父岂不是这样吗？天父也岂不是这样吗？天父要跟你说什么？他对世人一直说：“儿子，谁要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已经被钉十字架死了。儿子，谁要我的儿子？谁要我的儿子？谁拥有我的儿子，就拥有我所有的一切。”你信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也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是神不断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谁要神子耶稣，谁就拥有一切。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来。对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有缺口，我们有不足，但是你要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并且是得丰盛的生命。阿们。这是你我所拥有的，我们求神帮助。你想让你的生命更丰盛吗？那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你想要更丰盛，你就应该知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应许的一切都必成就，都是你的。只要你拥有耶稣基督，就像这老园丁一样，你愿意像老园丁吗？对，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我们的信仰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止我们可以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以外，我们也相信分享的喜悦是加倍的多的。阿们。所以我们教会不断在做分享的工作，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成立协会，这个宗旨就非常清楚，我们要更多的分享分赐出去。而在我们所章程里面，我们除了宗旨以外，我们还定了4个任务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就是针对全年龄教育课程的学习与互动，以其认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活出健康又幸福的人生。我们有没有在做？有，感谢主。好，这真是透过这样很明确的
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官方明白，我们就是在着手这个区块。第二是什么呢？我们来读来举办乐龄长者身心灵健康之活动讲座，对，现在我们的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对不对？那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视这些长者，那我们教会当然更重视这一些，这是我们过去所做，我们将来也继续要做。第三，我们一起来读来，针对与青少年规划相关培力课程与讲座。对，我们针对儿童、青少年不同的年龄层，按着我们觉得他们的需要，在专业上、在认知上在品格上让我们有给他们从游戏从一些的活动当中，让他们去体验，然后把这一些的知识技能都赋予给他们，这是我们也继续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第四个，我们来读来。配合社会福利政策，办理弱势照顾与关怀之具体服务计划。对的，这是我们第四样哈。所以我们感谢主，长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但是我们期待透过协会，让社会更认同，让社会更明白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设立协会非常重要的。所以过去你知道吗？我们办社区的儿童5班几年了，你知道吗？我查了22年，厉害吧？好，我们看现在的老师都是我们培育起来的，对不对？好，我们所培育起来的。我们的学童阅读营，礼拜3下午12点到5点的学童阅读营，我们办了几年，你知道吗？我告诉各位，15年了，15年了哦！哇，我们的校园天使呢，办了几年？就是进入到校园去的哦，几年？8年，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暂停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进班到国小进去哦。那我们幸福乐龄营，我们也继续在做，对不对？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还是在做那个跟 TVBS 合作，有没有？我们关怀这些的需要的我们的这些的住户。所以我们有给他们全年的礼券，有没有？对。然后我们的教会也开放给我们的这个大楼，他们要开住户大会，要开委员会，我们都提供空间给他们。我们期待让我们教会所做的，透过协会，让更多人来了解。原来教会的内涵是这一些，教会不只在谈基督的信仰而已哦。教会从这个出发，让我们知道，我们为社会国家的和谐安定，我们都尽我们的本分在做。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我们也可以做婚前的辅导、婚姻的协谈、亲子关系啦、家庭的营造，有没有？病弱的关怀、品格的教育，有没有？这一些我们都习惯，而且我们有专业在做，这个是太棒了。好，所以政府需要教会吗？需不需要？里长需不需要？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今天我们也谢谢尤户桥里长由里长起立一下好了。OK 好我们唐安里的里长还有我们明治里的陈以乐里长对，他们2位也是基督徒，对不对？哇，所以他们全程参与我们今天的礼拜哦，感谢主那等一下也会有林德福立委的他的助理联议员陈宏远的陈宏宇会长他的主任他的副主任他们也会来参与在我们整个的揭牌的这个仪式当中，也谢谢他们为我们添加了一些的喜气都送这个花篮花盆来所以我们等一下走廊看的这些他们跟我们一起来
庆贺我们永光教会我们的协会的成立，所以这是我们所确信的。因为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相信，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有祝福。阿们！一起宣告来，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有祝福。阿们！对。我们也祝福我们的里长他们所做的走到哪里，那个里民都蒙他们极大的祝福，因为他们是带着圣灵的印记的。阿们！对，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殷勤、他们的细心，都会成为里民的一个祝福感谢主。好，今天你有领受吗？阿们！你要相信你的生命是无可限量的，不要忘了。这是在神所应许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所给我们领受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 B。来，再一次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0章10节 B。因为牧师。台语是第一个语言所以华语有时候那个韵都会走掉大家要指导我一下好不好？让我更好，可以吗？因为我可以更丰盛的。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基督你的同在荣耀彰显，倾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罪恩典永留，感谢你应许永远坚定，衷心的灵活出美好旨意。感谢你垂听我的呼求，感谢你赦罪恩典永留。出
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已经回到你面前，我们确信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无可限量的信心跟能力，必然护庇给我们。但是主，求你先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因为肉体的眼睛、耳朵感受所领受的，就遗忘了我们是你宝贝的儿女。所以感谢你，你应许我们生命更丰盛，我们就必得长。让我们摆脱一切世上的缠累，能够快跑地跟随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你所应许的都必然成就。感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协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的协会成为你应许的一个出口。谢谢你，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愿你的能力护庇在这里，你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成为世界的祝福。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我们请同工来预备。奉献是回应神的爱，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果决，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把那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知道主是人做前，谦卑领受生命果决，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把那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礼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以下事工分享时间，我们请潘牧师来分享。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领受神的话语，真是充满了神的恩膏在当中。主耶稣呢，他有说过，他说他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我们点灯呢，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哪里？灯台上。放在灯台上，光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因此，我们也要像光这样，要照亮这世上的人。阿们。神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仅在这里建立了教会，也为了让这个光能够曝光，能够让这光照在世上的人。因此，神也鼓舞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立协会。
协会就如同光一样，要照在人的当中。阿们吗？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成立的感恩礼拜。是，所以呢，牧师呢，现在我要来邀请我们的谭安里的，我们永光教会是属于谭安里哦，哈，谭安里的里长，我们的尤富桥弟兄，那他就住在这附近，那很难得他今天来，我们期待他以后每个礼拜都来，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邀请我们的尤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大家早安。应该虽然说牧师邀请我来祝福，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大的年轻又有活力的教会，在我们里内才是对我们里内很大的祝福。阿们。所以很感谢，因为我们一直有在跟教会合作一些活动，所以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间教会的活力。因为我自己在做的事情也是，我每个月会办不同的研习，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里民参与。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公部门，所以受到的限制也会比较多。那教会就比较自由一点，因为教会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活动。那因为我们还是碍于一些经费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被受限。那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活动可以跟教会做结合。谢谢。阿们，我们谢谢我们的尤里长哈，是，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成为他很棒的资源，是，所以呢这也是上帝在这个世代透过谭安里，透过尤里长，然后呢来祝福我们中永和的地方，阿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在明治里，明治里，你是住在明治里的举手，你是明治里的里民。你们连你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呀，我们这附近就是明治里了哈，是你们只有知道你是什么路，都不晓得什么里哈。好，那牧师呢就先来介绍我们明治里的里长陈以乐。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分身啊，陈以乐，陈以乐也站起来一下。他也叫陈以乐，好，以乐里长啦，他要跟我们分享以神为乐的分享，来。好来，这个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就是这个教会对面明治里的以乐里长。那就是感谢这个牧师今天的邀请，让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协会的成立感恩礼拜。那在我眼中呢，就是永光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积极的走入人群，然后与社区邻里互动。那我想要就是呼应刚刚就是潘牧师讲的话，就是我自己也是基督徒。那我在当了里长之后呢，对于永光教会的做法，我更是感到很认同。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或是让更多人信主，那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待在盐罐里，或是说躲在斗底下。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那发挥出属神的影响力。对，那哪里缺乏亮光，那我们就是要去照亮那里。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成立这个协会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对。那我当然也是希望说，未来能够跟教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那不光是说能够造福其他人，那也是能够将福音传给很多就是还没有相信的人这样子。那最后就是我们祝福这个永光教会，那也祝福我们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那也祝福大家，我们大家就是一起继续做盐做光。谢谢大家，谢谢。哇，谢谢我们的以乐里长，那个里不叫以乐里哦，是以乐里长啊，以后要改以乐里哈。哇，感谢主，让他们两位神把他们摆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透过他们神给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能力能够带动，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代这个社会，所以他们两个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2位里长来代祷。你也要为你自己的里来祷告，让你的里呢，很快的他们都要归向主，因为这是末世快速在进行的事，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自己的邻居，然后注意到自己的邻舍，他们都要因着你来信主。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来举行揭牌的仪式。好，首先呢，我们每一周每一天都有导读，我们有持续在导读吗？阿们。牧师看到我们有许多人在导读，真的是非常荣耀神。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尊荣，我们一起来读引言，来请。尊荣神，因他是慈爱、圣洁、公义的神。尊荣人，因人有神的形象，有基督的救恩。阿们，阿们。所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会学习尊荣你。哈利路亚。好，再来。好，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呢，礼拜4呢，我们参加了新店行道会的我们的一个祷告的特会，总共我们大概有70、80个10几组有参加，在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医治，所以呢，我们也会请人来做见证。下个礼拜好，再来。好，我们呢要来颁发我们在这个上年度的信仰培育奖励金。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社区的孩子们呢，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透过这样的奖励金，不仅让他们在学业上面能够更多的看见那个努力的价值，也在品格上面帮助他们养成他们成为一个世代的领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光教会跟社区在合作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呢，我们总共有这一些人得了这信仰奖励金，最高金额4800块。好，所以呢，我们的教会都非常愿意为社区的孩子们、社区的儿童、青少年付出这样的一个精力甚至是金钱，所以都是因着基督的爱，因为我们从神而得着的爱，我们也愿意分赐出去等一下我们要来颁这个奖好，再来。好，这是好。那我们等一下有揭幕仪式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等一下呢就上4楼。那我们的揭幕仪式呢会在我们的走廊，因为我们呢在办公室外面呢挂了一个我们成立协会的一个牌，所以我们要在那里来揭牌。所以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呢，等一下我们的礼拜呢结束之后，我们就往事，我们大概10分钟而已10分钟，我们一起来庆贺，也一起为我们的揭牌来祷告感恩感谢主。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更新营在本周6要开始。好，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辅长呢，幸福小组我们预备要开始，所以我们要提交辅长同工的名单。有一个情况是，我们上一期做桌游的幸福，然后呢，现在算是第2次。牧师呢也鼓励，如果组长呢辅长呢是组长，如果你在上一期觉得你做呢还没有很熟，牧师鼓励我们的组长这第2期你继续做，让他做得非常的熟练，好，做熟练，然后下一期呢再换新的，好，所以呢，我们牧师鼓励我们这样，组长呢可以再做第2期，然后下一期呢可以给新的实习同工起来做。那如果呢你栽培的实习同工副的辅长呢，实习辅长他也很熟了，好，那你自己也很熟了，那你就可以传递给他。若不熟的话，辅长再继续做第2期，因为下一次你就是教练，好，所以牧师鼓励我们的小组长能够把它做熟。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礼拜3中午呢，我们本来有中午的一个阅读营，小朋友小学生都会来到教会，在这里写功课，然后呢，我们会带他们创意活动。那我们的阅读营呢，因为现在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转型为星光学院，也就是时间呢会在傍晚的时候，
所以呢是4点到8点。那这是我们国小4、5、6年级，还有国中以上的学生啊。我们下课之后，然后就来到永光教会，然后在这里写2个钟头，有2个钟头让你能够安静的写功课，并且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厉害的解题讲师。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有数学有各方面的问题，当场我们会有老师让你来问问题，来帮助你哈。而且呢，我们团体在一起呢，是要建立你有一个写功课，然后自己独立读书的一个建立好的纪律的读书的习惯。我们期待我们永光教会培育的孩子都是最 top 的孩子，阿们。也要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要带领这个世代。那在这个课程呢，在自己写功课完了之后呢，我们呢也多预备了一个英文的课程，因为呢，神真是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在我们协会成立之后，然后神呢就带给我们有一位从澳洲来的我们的露丝宣教师。露丝在哪里？露丝，站起来一下。这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呀，是，所以呢，他呢会用1个小时，然后来带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听说英文上面能够非常的熟悉。因为牧师有一个意向，我们这一群的孩子将来不仅是在台湾，他们一定会走入世界，走入国际。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神所预备的。所以呢，我们的星光学院呢是在礼拜3、礼拜4、礼拜5，一周有3天，4点到8点。好 ，OK。所以呢，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好，继续再来。好，等一下有星光的会议，还有我们的小会也留意一下。下个礼拜是圣经学院的主日哈。好，再来。好，那这是央青9月17号，我们也来注意这个时间。好。再来，我们的直觉幸福，你已经报名的请举手。好，大多数的人都报名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本来10场，我们现在要增加1场。礼拜1的松年呢，本来呢我们想说松年呢要用那个鹿角蕨哦，要拉线啊，要钻那个钉子，恐怕比较没有力气。他们说，牧师，我们可以，我们也要开，是，所以呢。我们松年场也增加了，所以呢，增加11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个早鸟价再延后到9月14号。9月14号，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朋友还没有邀请的，赶快来邀请我们的铁三角，也要赶快来邀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种植这个鹿角蕨的这个苗哦哈。好，所以大家积极的来邀请，让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好朋友，他们都可以享受到这圣诞节的喜乐。好，再来。好，那我们呢特别要为这些来代祷和苏立清。那另外是我们的恒宇在上个月有回来，他在英国是 BBC 的交响乐团的那个 double bass 首席。也是我们青少年第1代的我们的姐妹。那她在我们上一次回来台湾之后，然后回去有去中国，然后呢又回到英国去，她的工作在那里。那她在最近她的身体不舒服，所以呢她大概有跟牧师有聊到，她的肺部没有办法呼吸会很喘。后来去检查了之后，发现是胸腺癌第3期。是，那我们要为他祷告。那这个胸腺癌是不常发生，不是肺腺哦，是胸腺。那他的肺部呢被整个癌细胞完全的包住，以至于他不能够呼吸，很喘。那他现在一个人在英国，那他现在就医是在法国，所以因为他是法国的公民，所以他在法国就医是免费的，所以他会在法国。可是他一个人只身在国外，是。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恒宇的姐姐哈，是我们青少年第一批的我们的姐姐，我们为她祷告，为她的健康来祷告。那她现在到底要留在法国医治，还是要回来台湾？我们都为她祷告，求神也亲自医治，让她这些的癌细胞，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让这些癌细胞完全得着主的医治。阿们，阿们。让恒宇啦、小鱼在那里呢，他需要我们祷告。所以牧师呢，也特别经过他的允许，他说：“牧师，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弹琴赞美神，赞美神，自己弹琴赞美神。在赞美神的时候，他是最安心、最放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 RPG 为我们的恒宇祷告，阿们吗？阿们。为我们的苏丽青姐妹祷告，是，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透过这样彼此的相爱，透过祷告，都能够扶持坚固我们哈。好，那现在我们再下一个，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好吗？义婷，好，我们欢迎我们的义婷，好，义婷哈，好，来，好，这一位义婷呢，她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永光教会办的领袖营。那他住在台中，那他因为他考上台科大的电机系，所以呢很厉害。他现在就上台北了。那他原来是在吉丰教会啊，像现在来台北之后，牧师就把他交给我们，是。所以呢，现在义婷呢就是我们永光的女儿。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义婷呀。我们的星光学院呢，他也会来担任数学是他的专长哈，数学的教练哦哈。感谢主，也谢谢义婷这样跟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事。马上上个礼拜才上台北，现在就要开始服事了哈。神真是大大扩张你哈。好，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就是我们的要来参加我们的揭牌的联非反议员的秘书，是不是？丁武先生、蔡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哈。好，蔡丁武先生，好，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潘建成，建成是，好，是林德福的，是吗？好，立委的助理哈，谢谢他们特别来带来祝福，跟我们一起来庆贺我们的揭牌仪式哈。好，那好，我们先就坐一下哈。OK， 好。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要先到上面。好，那我们现在一同起立，好吗？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大家请坐，请坐。好，我们呢要颁发给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们。他们好不容易一学期来，就是等着要领这个奖励金呐！请出场，用跑的。来，这些都是我们社区的孩子哈。那他们在教会里边，他们功课上面很重要的不只是功课、品格，还有他们在教会服事的态度是。所以呢，他们写了属灵日记，每一天都有灵修，还有就他们也有服事，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最健康的青少年。阿们。好，那因为要省下时间啦哈，所以呢，他们露面一下，但是我们先给1包钱就好。好，先请雨桐来代表来，我们请周牧师来。好。雨桐是这一次4800的最高金额的，好，来，我们大家拍一个照，好，来，好，这个代表，好来，好，我们看我们的4两，好，再一次热烈掌声，然后呢，礼拜后呢，跟我们的慧妍老师来领取。OK， 好，感谢主哈。好，来，请回座。好，所以呢，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哈，这是一个喜乐的地方。那现在就轮到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向右转，耶稣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等一下，我们就马上要来揭牌的仪式。
愿上帝满满的恩典厚厚的赐予你们，也愿基督的爱跟救赎在你的家成全，更愿圣灵引导你们在光明、喜乐、丰富当中经历他的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要来揭牌的仪式，那请我们的牧师还有我们的里长，我们的里监事先上楼，我们的里监事、牧师还有我们的里长，我们都先上楼。那接下来交给我们民前长老来引领。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留在我们的座位上面，然后那等一下我们在3楼走廊的部分呢，在我们电梯的左右两边，我们两边的楼梯都有开放。所以我们请等一下，我们可以由我们